第8章，过无几日，耶稣周游逐城逐乡传道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甲伊相甲去的有12个学生，阁有互恶鬼所附，互破病所累，已经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作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捌有7个鬼对伊身顶赶出来，阁有希律的家长考察的负责人约翰娜，阁苏珊娜，甲一寡别个妇女，拢是用家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甲学生。当真侪人聚集，阁有人对逐个城出来见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就用譬如讲，有一个夜警的出去夜警，夜的时阵有落伫路边的，互人吞踏。天顶的白鸟阁来食尽啦，阁落伫斑石顶的，一个出来就孤单，因为得袂着滋润；有落伫刺皮内，刺皮一撮生起来，将伊溃掉；阁有落伫好土内，生长起来，结实100倍。耶稣讲了这个话，就大声讲，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学生问耶稣讲，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伊讲，上帝国的奥秘，只互恁知影，交伫别人就用譬喻，互因看也看袂见，听也听袂明。这个譬喻就是安尼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，迄个野伫路边的，就是人听道，底后魔鬼来，对伊心内将道抢去，行了因信了得救。遐个伫斑石顶的，就是人听道，欢喜领受，总是心内无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到伫拄着试炼就退后啦。迄个落伫刺皮内，就是人听道，行开以后，互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溃掉，就结袂出成熟的资料来。迄落伫好土内，就是人听道，持守伫诚实善良的心内，并且吞忍结实，无人点灯用器具砍起，也是下伫面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互入来的人看见亮光。因为遮坎的事无显露出来，隐瞒的事无露出来，互人知影。所以恁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若有的，要加互伊；凡若无的，连伊家己掠做有的，也要抢去。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了，因为人多，袂得到伊面前。有人甲伊讲，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徛伫外面要见你。耶稣因讲，听了上帝的道，阁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。有一日，耶稣甲学生上船，对学生讲，咱通渡到湖迄边去。因就开船，拄行的时阵，耶稣困了。湖顶忽然起大风，船得要满水，真是危险。学生来叫醒伊，讲：先生，先生，阮失落性命啦！耶稣醒了，即避大风大影，风影就停止，
平静。耶稣对因讲：恁的信心伫叨落呢？因阁惊吓，阁稀奇，彼此讲：这到底是一罪？伊吩咐风甲水，连风甲水也听叹哩。因到激烈心人的所在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岸，就有城内一个互鬼附着的人对面得来。这个人真久无穿衫，无徛伫厝内，只踮伫坟墓内。伊看见耶稣，就趴伫伊面前，大声喊叫，讲：至高上帝的囝耶稣，我甲你有甚物相干？求你毋通互我受苦，是因为耶稣捌吩咐有鬼对迄个人身顶出来。原来这个鬼逐摆掠条伊，伊常常互人看守，阁互铁链甲骹扣锁掉。伊竟然将铁链扯断，互鬼赶到旷野。耶稣问伊讲：你名甚物？伊讲：我名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伊的鬼罪。鬼就要求耶稣毋通吩咐因到无底坑内面。迄位有一大群的猪伫山顶在食，鬼要求耶稣准因进入猪群内面。耶稣准因，鬼就对迄个人身顶出来，进入猪群。对安尼，迄群的猪坠落山坪，血伫湖里死了。饲猪的看见这个事，就逃走，去甲城内甲乡下的人讲。众人出来要看是甚物事，到耶稣遐，看见鬼所离开的迄个人，坐伫耶稣脚前，穿衫，心内明白过来。因就惊吓，看见这个事的，就将互鬼附的人怎样得救，甲因讲。激烈心四围的人，因为真惊，拢求耶稣离开因。耶稣就上船倒去，鬼所离开迄个人，恳求甲耶稣三角地咧。耶稣却找伊倒去，讲：你倒去，传说上帝为你做何等大的事。伊就去满城的内面，传扬耶稣为伊做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倒来的时阵，众人迎接伊，因为因拢听候伊。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艾罗，来趴伫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伊的家内，因为伊有一个独生的查某囝，约12岁，得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阵，众人围困伊。有一个妇人人患12年的血漏，伫医生手内用尽伊一切养生的，并无有一人会医好伊。伊来到耶稣家之后，摸伊的衫具，血漏立刻就停止了。耶稣讲：摸我是一罪。众人拢毋承认。彼得甲同行的人拢讲：先生，众人围困我着你。耶稣讲：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对我身顶出去。迄个妇人人知影袂会稳肯，就惊吓来趴伫耶稣脚前，将摸伊的缘故，甲怎样立刻得着好，
当众人拢讲出来。耶稣对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去吧。要讲话的时阵，有人对管会堂的家内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，毋免劳动先生。耶稣听见，就对伊讲：毋免惊，只着信，你的查某囝就的确得救。耶稣到伊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甲查某囡仔的爸母，毋准别人甲伊入去。众人拢为这个查某囡仔哀哭追胸。耶稣讲：毋免哭，伊毋是死，是困。因知影查某囡仔已经死，就啼笑耶稣。耶稣牵伊的手，呼叫讲：查某囡仔，起来吧！伊的灵魂就倒来，伊就立刻起来。耶稣吩咐，互伊物件食，伊的爸母就惊吓奇怪。耶稣吩咐因毋通将所做的事甲人讲。